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个中埔西瓜王陈水义。哦，大家讲恁来遮熬啦，爱用指甲，爱用主持，爱用唱歌，啊，人个生了不离缘投。迄家己无哦，较袂臭臭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有代志吼，什么撇步，我伫遮我拢会同大家分享，我袂暗道嘛，袂看步。也有啊，主持甲起码吼，要甲大家讲什么生活上的小撇步呢？大家上介意的体类汉草西，要带大家去倒位游览兼做运动咧。对，不管是健康，还是亲子教育问题，还是退休甲主食，也是生活中的大小事，迄拢是阮上关心的问题，互阮大家陪伴恁欢喜过日子。爱记得准时收看公司第一台幸福好厝边。